耶，粤语真的好复杂呀！邊度複雜啊？不知幾簡潔。哪里简洁了呀？比如这句话，我正在过来这里的路上，粤语咋说？我正在，我嚟緊，就这。就咁啫嘛。例如，我現在正在吃飯，我食緊飯；我正在開車，我揸緊車，一個緊字搞掂。那这一句呢？我把飯全部都吃完了，飯我食晒啦，我現在全身上下浑身都濕透了，我成身濕晒，又一個骰子全搞定了。話都好簡潔嘅啦。那這個呢？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買這個牌子的，我買開呢個牌子，他連我也一起跟着罵了一頓。佢鬧埋我啊！我每一次只要一坐過山車就會吐。我坐親過山車都會嘔。你這個數不對吧？重新再計算一遍。你條數唔啱喎，計過。還真簡潔啊！等晒埋親開過，搞明呢幾個字點用，你粵語學識一半嘅。那句子沒法簡潔了吧？例如，我早就跟你說了，這件事不能這麼做，你偏要這麼做，既然出事了，你該你怎麼辦？哦，呢個都係一個字搞掂嘅啫。嗱。